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冬瓜豬，今次同大家去交通勁方便嘅深圳灣萬象城，同埋風景超靚嘅人才公園。地鐵13號線搭2個站就可以直達㗎喇。想知道內容嘅就唔好錯過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旅遊資訊呢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冬瓜豬嘅頻道啦。我哋講下個交通先。今次係去深圳灣嘅萬象城，我哋就喺深圳灣口岸搭13號線，搭2個站去到後海站。我哋就喺 M 嗰個方向出，再轉右。箭嘴指住嗰個位置呢，就係深圳灣萬象城嘅入口啦，交通超級方便㗎。深圳灣萬象城位於南山區後海站嘅附近，喺2018年開幕㗎，係華潤旗下數一數二嘅大型商場嚟㗎。商場面積有8萬平方米，由地面4層同埋地庫1層所組成嘅。呢度有好多國際知名品牌嘅店鋪，所以好多人都叫呢一個商場叫做名牌商場㗎。除咗好多名店之外，其實仲暗藏咗好多餐廳同埋茶飲店㗎。呢一個商場嘅空間感好大㗎，地方好寬敞，光線亦都好充足，俾人嘅感覺好舒服㗎。其實呢個商場設計嘅靈感來源係開放式盒子嘅概念，可以引入自然嘅光同埋綠色嘅景觀，同時又降低咗熱量嘅吸收。最重要係呢一個商場冷氣充足，交通超方便，地鐵又無縫連接喎。喺夏天嚟講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！呢一度除咗服飾店之外呢，仲有一間好大間嘅前禪書店。呢一間書店嘅書呢，種類好齊全嘅，環境亦都好安靜。木質嘅書架加上暖色嘅燈光，充滿住濃厚嘅書卷味嘅。呢一度仲有一間萬象影城嘅旗艦店，影城同埋書店都係喺3樓㗎。呢一度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餐廳㗎，我哋睇下其中幾間啦。食北京烤鴨嘅大董，食泰國菜嘅泰珍匯，食蟹黃麵嘅麵道鮮師，食潮汕菜嘅至正潮菜，一風堂拉麵，食滷水鵝出名嘅日日香，食壽喜燒嘅心田，食湘菜嘅十里相會，上海菜嘅老吉士。呢一度仲有各種嘅茶飲店同埋一啲小食店㗎。地庫嘅 B1 層仲有一間奧萊超市。商場戶外仲會有一個地方，會配合季節或者係節慶，經常會舉辦一啲主題嘅市集活動㗎。咦，呢間啲冬甩都幾好食喎！我哋喺萬象城地面嗰層，向住戶外市集嗰個方向行出去。再直行大約100米度啦，就會去到人才公園其中一個入口㗎啦。人才公園係屬於華潤集團，總佔地嘅面積有77萬平方米㗎，其中人工湖都有30萬平方米㗎。呢
一度同埋深圳灣公園呢係連通噶，仲係免費入場噶。附近有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、深圳灣體育中心、深圳灣1號，仲有一個非常標誌性嘅地標，就係好似春筍外形嘅華潤總部大廈。呢一個湖景嘅打卡位一定唔可以錯過啊！人才公園嘅設計融合咗創新科技嘅元素，將人才嘅元素同埋自然嘅景觀結合，仲會有幾個展區展示當地嘅科技成果㗎。公園裏邊呢配備咗先進嘅運動設施同埋一啲休閒嘅空間㗎，仲會有一啲小食店俾遊客休息一下㗎。呢一度仲有啲小朋友放電嘅勝地，巨無霸螃蟹同埋其他玩樂嘅設施。如果玩到污糟都唔緊要㗎，呢一度仲有一個淋浴間。除咗小朋友嘅玩樂設施之外呢，我哋仲可以喺度散下步，喺草地上野餐或者係放空一下，或者喺岸邊觀鳥都唔錯㗎。呢一個公園仲有好多打卡嘅位置㗎。我哋嚟到人才星光橋，每一條星光柱都係代表一位傑出嘅人物㗎。人才公園同埋萬象城一樣，間中都會舉辦一啲主題嘅活動㗎。好似早前就舉辦咗一個 Pokemon 活動，吸引咗好多遊客嚟呢一度打卡㗎。公園裏邊呢，仲有一個無人機嘅外賣服務㗎。其實呢一個無人機嘅總部呢，就係喺附近嘅海岸城空中步行街嗰邊咋。如果嚟到人才公園玩嘅，都可以試下呢一個無人機嘅外賣服務㗎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一條影片嘅，就記得撳個鐘仔，訂閱我嘅頻道。下次有新片出，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同埋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仔啦。拜拜。